IKEA 真因为迄大家都一定会用的，还个我相信啊，大家不看一定会有 IKEA 嘅东西，无论系咪细细嘅东西，比如讲剪刀，没算黑哦。剪刀哪种引起 IKEA 来买？有动耶，木条没动好用，还有包铲啊，桌布啊。係，嗰個因為冇人講夾布卡冇 IKEA 嘅東西啦。我其實從外頭擺啊，以前還蠻有不計嘅事，咩動作會去學，我就會去想哦，我自家以後嘅健康就會上來愛用起，因為外頭擺就同學可以在引起很多入夢想思。就是我就非常會欣賞入夢想思底部都會 carry，佢就係作假嘛，就非常會知性，又非常會。寫難音呢？也未重點，因為同好啊，識得佢同講啊，希望韓國呢佢又非常會卡，非常會浪漫，非常會感性，嗰陣時我就分享我哋未來嘅健康就會長期強用愛用品，變成一隻獨立嘅五星。動強嘅素材。冇錯。哎，除了身高以外，我看不出你用上有嘛個高級。你除了跟凱莉有身高方面的相近以外，性別嘅強用。有睇我咩 QQ 一下。哦，好，什麼做得不用下來咧。可以嘛？個時間讓我變得非常凱莉哈。第一隻老太啊，摸一下就係利價哈。你真見去到 IKEA 家哈，你會 on Nike。哦，呀，有時冇是嘅，真見都係去 IKEA 就喺牙部家嘅做下。因為我同好去嘅 IKEA 就係兒童區，剛好佢有講好買剪刀啊，我相信大家應該都有個 IKEA 那個大狗狗吧？有吧？冇啊，沒有，你們冇大送錢啊？ IKEA 有娃娃區啦，買單槍嗰個沙沙聽聽。哦，冇相關，因為頭擺嘅時間哦，可能知道哦，佢太幾有聽唔慣，不過你有聽錯有嘅使用嘅吧？39片。買給什麼？好，總之我就是去那些買那些東西這樣子，因為太幾有的呀，使用的呀，我快給咪給，我剛才那個東東給殺給減風，就是我愛後面吼，迄個有呀。我給有生意的，要請IKEA人來幫我設計，對，這就是我的夢想。你將手帶到 IKEA 下夾，該到底部，你就站住那個展示間，哎，你帶到展示間裡面培訓的哦，嘿，冇錯，因為展示間動便利啊，吼，水木嘅細節，然後基本水兩件，燒咗水雞件，哎，做對啦，還有面水雞件，懂槍做對的吼，還給我真的，給把客們自家來到 IKEA 家下，因為係 online，香港人知道啊，了咗條簡單嚟模符合嗌。其實我當中意係 on IKEA，我嘅眼睛係以為嘅肉圓真緊好食。肉圓。肉圓。哎，錯，我後來我又發現到，其實啲東西唔係算最便宜，所以我去 IKEA 吼，嘅主要目的都係去比價。哦，看然後差唔多貴咗幾多錢以後，再去蝦皮去看看哦，有冇差唔多誒。品質冇強用啊。啲品質未動安好啊。請幫我馬賽克。好啊。我即個係喜歡嗰種日本式嘅無印良品風格，加係佢小講到，裡面佢本人呢種成塊嘅藝術感，唔過又唔可以講聽冷冰冰嘅，知道講聽亂來啊個聽小東西愛用去。古種好所以榻榻米。唔咩啊，講日本嘅榻榻米，用日本小女嘅梳頭，我感覺梳頭嘅顏色係淺色嘅，有用梳頭色。假使唔點啊，講用無印良品風哦，去無印良品哦，你擺。我有人會知道那種聽爽一發嘅感覺，有一點又太制式化哦。跟小鳳一開始就講到佢馬街時節就自家來做，自家最好嘅風格係乜嘅？我做係北歐現代風啦。哎呀，你昨天走到北歐現代風哦，用來裝的，有時候寬的。有充電的啦，因為主要哈就講一個空間不要超過3個色系啦。像北歐現代風基本上已經包含2種色系在裡面了。第一站我有白色做基底嘛，好就會壁過天花板。啊，第二站就會有木質家具，有梳頭的家具，我係挑木質家具搭白色系統櫃。好，那安內就已經2個色調了嘛。第3個色調就係大家空間都會跳一面牆的顏色。我介紹咗係簽了中風公司的細節，基本嘅時候強調咩嘅北歐風啦、無印風，還有鄉村風哦。我講全府唔愛。我係高檔奢華 motel 風，好，我最近那七期嗰種高檔的汽車旅館上片本幾款哦，其實把出來用嘅。你講你就幾日復下擺一種八爪魚，好，韓國你跟他講吼，個地北讀機廳哦，又買熟啊，那個夢，我一定要原始。實條啊，哎，怎麼感受到？你好聽嘅
是要动好。动好，我那个365日哦，我开冷气。我就爱用那个带落去哦，感觉到哦，环境非常的 luxury 啲哦。韓國有個洗髮嘅感覺。韓國就是他不用漂嘅，因為就會愛最唔中意嘅風格。我啷個個石頭很有故事哦，因為我咩幾個時節，我就睇到哦，叫佢講過係冇？唔哦，佢啷個講吼，佢係烏俄戰爭嘅時期哦，最每一對幫佢潤出來嘅石頭。結果。你下個礦區哦，全部本給種炸爛掉咯，佢係最每一批。唔過看唔出來啊。我地就好咧啊。做薯片嘅陣時，佢係用 LED 面孔燈好慢，看得到嘅時間，記住講嘅其實佢唔係新嘅設計嘅，係幾隻師傅佢簽到咧，佢貼片然後佢斬好來，係韓國佢斬好佢挖嘅係人手工去挖嘅，佢係然後佢重新挖過一擺。故說呢，我知道就動有嗰種施工嘅密實感，係就會有想象感。土啦，我知道應該係前手工去嚟做嘅感覺。頭擺用亞社區嘅嘅人應該係乜嘅公主啊、王啊。OK， 就為什麼對你想看到嘅？我同大家分享，那個門把係做得打開來嘅。係，嗰啲都係不用東西，嚟地位度就不用點點嘅衫褲。請問一下，唐太阿自己講法，係咪想話不傾係真爽嘅嘛？真爽。咁快嚟自己冇想話買嘅。想話傾係真爽嘅嘛？係冇？求認。冇想話大姨啊，冇辦法真爽。你阿是你僅僅講鄉村風誒，不會有人喜歡。每次就係動有嗰種復古嘅感受啊。有啦，有人去牙發嘅感覺，唔過後尾咁啊個公主啊王子嘅聽到誒，拜託，唔想用到。有認同誒，係嘛？哦，這個都這個世界動好啦，嘅阿里間這個啲用品原來改造變到這個好嘅風格。其實而家講嘅北歐風嗬，嗰陣啲係燒嘅，唔係買北歐風，是李家風。哦，我還是很喜歡。這是哪裡北歐？生活感女生生活，我的天啊！你在宿舍嗎？嘿，然後我甲講嗬，真嘅，你看到我嘅檢縫地位度嗬，我真係會留搭起都變做我自家中意嘅人嘅東西。哦，就想講，係冇看到嚟啊？因為被切到。哦，OK。我愛嚟燒嘅我嘅檢縫嘅門嗬，就像有我嘅海報啊，就代表講我一生。就算迄兩下冇到戲劇，我還沒中意戲劇，這就是我本人。古時我就是都動槍削沙強強，真係動槍削沙咧。好了，削沙。那徐導講吼，假設就買個天然的製作公司哦，拍蒙甲可以找你。沒有，就是想要拍以前的學校宿舍感的風格。走的。而且還有亮亮的燈，你沒有看到？好，謝謝麗佳。迄種醫生冇按到，冇前做奶水，因為它有啲東新嘅東西，很多樂土，沒有，還有以前，很多樂土，佢有點新嘅風水。快樂嘅奶，係同快樂嘅奶冇錯。樂土，快樂嘅樂，快樂嘅奶。比奶水還較便宜，當到韓國你冇做過奶水嘅人，沒做得自家，迄個大夫卡先會上錢，就自家買。真係同快樂。係，迄個空 QQ 咩冇上過，因為佢都有風格，係當到藝術家就攞去做嘅萬里長城，就樂土安尼做。佢說迄個先會上錢，你做得自家吃看啦。因為你看哦，細片哦，就眼部嘅冇眼睇哦，眼花咧8個萬。太多了吧！先推票哦，唔係什麼辛巴威哦，真緊，因為哦，我簡單簽約嘅時節哦，差唔多80萬天天，不過呢個圖片哦，畫到當好看哦，結果咧，佢後來講哦，你還冇包括當嘅簡單嘅報價地位度哦，假使因為價還有價幾多錢，哇！包括天天，嘿，包括，他就說讓你感受一下，你就騙唔嘅啊？嘿，啊，你設計師就要簽約錄影。我設計唔嘅啊。哦，那真啲，韓國而家吼拖延戰術啦，啲吼讓我簽約嘅時節哦，係差唔多8月5號嘅9號。幾多年？我理下錄影的時間，各位觀眾，現在幾月幾號？已經10月底了，你看3張嘅公開咧，哎，還蠻大陸嘅咧。你媽佢啊？哎呀，我想住模特有這麼難嗎？高級啊！這麼多180萬。
应该狗机哦，记落来装嘛嘅那个监视录音款，来摸脚上过来用那种。我大家知道啊，亚中锋师傅韓國設計師非常嘅重要。同到嘅設計師可能用設計嘅，就像人家講嘅 motel 風格，可能真係輕易起家，就會知道講冇按使用，嘅個東西要擺爛咯，要通線這個動線啊，就唔冇順咧。motel 你是擺動器。唔知我要高成分咯，唔仲愛食東西，仲愛送片數，輕盈咧嗬，係嘛？咩黑啦？我仲要唔要？有上太上過。